中聯郵局的沙拉油驗出講有致癌物苯偏比，食藥署本地是要求講，使用這有問題油含量20%以上的產品就要落架。不過台北、高雄兩位市長公開這期了後，中央政策出來大轉勢。衛福部長趙忠良下晡在記者會就宣布，含量20%以下的產品要在咧初八暗時12點之前，全部預防性落架，檢驗證明無問題，才會當去賣。中聯郵局驗出致癌的物質苯偏比的事件持續燒。衛福部表示講，目前調查顯示講，中聯下游的廠商南橋早在5月13自主檢驗的時陣，就發現油品無啥正常，但是一直到6月30，中聯才通報主管機關，總是經過團組成的延誤，已經違反相關法規，會追究責任。另外，中聯因地通報對這過程嘛涉及不實，食藥署會照辦法來罰因1億6520萬，創史上上懸的裁罰金額。根據它的這個情節的輕重以及販售的影響程度，那麼一併去考量，那麼計算出來1億6520萬。食藥署在初7的尾暗嘛，擱一擺開記者會，公布下游360間受到影響的業者，因的232項產品的明細，其中330間產品內面有17項油品，內面有26間是做餐飲來使用，另外有30間下游的業者是選種1級的黃豆油，有3間是做餐飲來使用。衛福部長趙忠良嘛臨時參加記者會，佮親身宣布其他無夠20%的175項產品，嘛必須要在初八半暝12點之前，攏預防性落架。提出檢驗合格證明，就會當頂提出來賣。那麼，為了讓它能夠落實而且迅速，因此決定全面下架，預防性下架了。哦，不是完全就是不可以，是說先預防性下架。那麼，如果檢驗合格的，仍然可以繼續上架販賣。另外，在野黨的立委要求衛福部長愛食藥署長為中聯油品案落台，趙忠良回應的時陣，同款強調家己的態度攏同款，只要擱在公職一崗，就會盡全力來做好工作。對中聯油品案一定會公開資訊，追究責任，持續強化食安管理的機制。記者綜合報道。